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弯乌安弯第一条。弯就是万分的意思，人咧讲弯可解不可结，弯嘛互相咧相骂、相将制取的意思，会当直接讲卖弯啊，卖当讲是冤家。另外，这个弯卖当讲是有委屈，互人误会，当讲冤枉，都爱心冤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冤家牛者，某人读做冤家路者，冤家路者，意思就是讲冤家相骂、搬喙颈，也有制嘴。第二个词读做鸟鼠仔冤，代表讲是足细的冤仇，咱讲报鸟鼠仔冤。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对细汉兄妹啊，足够靠近，会互相报鸟鼠仔冤。不三时为了细项代志，就伫咧冤家牛者，也毋过冤枉冤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真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冤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